坤道姑，点人指导。点人指导。好，各位同学请坐下。我这边也挺快。检查保安。当然，新目标咧，上天做比，咱做数项做。老师爷我大用心，来叫咱班主任以上台前做比，咱做这个领导，今日咱有这个因缘，来遮有这个体育班，咱知影，因为这个体育班。是咱这个咱的一贯热情，每一个人大家的迄个精神，的一个绝对的合性。简单讲起来，咱人若要是讲，我相信我道理啊，但是咱若无充实了咱的能力，咱的智慧，无同提升，这是一个事实的物件。但是咱要知影，即世来到这个世界，咱拢过去，咱拢过去，拢有修啦。过去咱会修几十世，做了几十世有报。咱即世到这个因缘，人来得闻着一贯真理，天道思想。我拢时常咧讲。因为伫佛教上是一个佛法，而一贯道才是一个正法。是安怎呢？而佛教是一个佛法呢？因为这佛教是一个术，就是讲，因为佛法伊有3000年，伊正法的时阵伊1000年，伊相法的时阵伊1000年。伊无法的时阵，伊1000年，合起伊多3000年。但是咱知影，进佛历我2560年，伊泰国佛历我2560年。那2560年，因为咧佛教上咧讲起来，因为伊离正法迄个时阵，伊分2个500年。一个150年，就是讲佛陀规空死的时阵，涅槃的时阵，前500年叫做解脱世纪。解脱就是讲你迄阵离开了后，会得到佛教，得到佛教的正法，迄阵拢会当得到超脱解脱。那当然，佛已经等500年，第2个500年叫做上定解脱。经过4天，因为第2个500年爱以上定，所以咱伫佛教上内底当中，佛教足侪弟子拢咧做相，所以呢以照相来净化因的人生。是怎讲呢？因为咱知影人生难免浮动，所以若要照着相，相伫印度话叫做相。伫咱中国话叫做定，叫做上定。那上定叫做中国话、印度话合做伙，
叫做华梵双语。所以呢，你印度，因为印度语言叫做哪？叫做禅龙，叫做禅龙。所以呢，因为这个时阵进化，经过1000年了后，这是属于佛教的应用。佛教行到第2000年的时阵，叫做上法。而上法就是参像，参像迄个进化已经离开进化1000年去，所以迄个时阵，走到上法有哪有2500年，所以变成走到第300-500年，叫做道文经过时期。是咱佛教上走到第300-500年，而上法内底当中有2个500年，第一个500年叫做道文。道文就是当时佛伊一派大法师，比如讲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因先出来。但是因先出来当中，若要甲讲起，因为当时经部经、法华经、华严经，所有经典拢因这人来翻译，所以若要甲讲起，因这道学会使甲讲非常的难。所以迄个时阵，我当然来做迄个第300-500年的道。那第400-500年叫做塔西，塔西就是当时当朝唐宋元迄个时阵，离佛教伊的文迄阵非常的这个盛名，所以起庙是的。起大崇仁大庙寺，迄非常的大。咱各位，若去到泰国，去到泰国好，然后去到中国大陆也好，迄门口地当中，迄个庙寺，互你钱袂了，互你一步行袂透，迄是真大。所以咱常是有起庙寺比赛，起庙寺比赛。所以到第400-500年，后尾已经佛运已经行过2000年。这个叫做上法。那佛教行到第2000年过，要行入第3000年，叫做末法，末法时期。所以佛伊分做500年，上尾啊，迄个500年叫做哪？叫做末法，并无是末法。末法就是叫做斗争监督时期，第500年后期。所以咱知影。第一个500年叫做解脱，第二个500年叫做上经，第3个500年叫做道文，第4个500年叫做塔寺，第5个500年变成道经。那道经经过时期，就叫做末法，就讲佛教伊的法运行到末法去，所以迄个时阵，这个佛运啊，拢倒闭。换一个解释。就是因为进泰国的佛力，就是佛教的生意。简单讲起来，泰国佛力到今年短2560年，短2560年，所以正有行末法时期。咱今日因为离佛运行后500年的时阵，所以正若要甲讲起来，迄个时阵啊，咱李书长，咱邱建民。因做伙咧讲的是讲，因佛教上，假使若以正人若有考去，迄个身体，你身体拢有能力，所以当时迄个佛教，为一个非常难讲，讲因若进入佛教，修学课内底一摆，差不多有2年，98年，拢差不多2年。安尼，而耶稣伊嘛是安尼教，迄叫非宗教语言底因逐个讨论。但是咱日本岛呢，我一摆个98年咱短2年，是啊，当然是奇怪，所以这个是奇怪，就是我过去讲，你佛教伊行入末法，嘛咱日本我行入正法，所以正法甲末法，就我拄则讲的。当时你佛教的正法的时阵，迄阵叫做解脱，会当得到佛的传承的法，拢会当得到解脱生死。但是伊行到末法，
正啊是高兴。所以咱今日伫即个时阵，咱会当来听到，这毋是遐尔简单的物件。所以呢，我想咧借着经文这个时候，这佛甲你讲，苏摩地，你问佛，讲你今日佛啊，何有众生得如是言说，将灵性实现？这是当时苏摩地佛的讲话。讲佛啊，何有我都有一个怀疑，这个众生得到你如来如是言说中，你如来讲，这个咧深的道理，敢会当生出了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是苏摩地当时佛的。我那个讲比较难，伊讲无作是啥？我苏摩地你莫安尼讲，你袂使安尼讲。佛灭好好无百会，有持戒修福者，无处中有灵性信心的出现。这是当时佛的讲出来。佛灭好好无百会，就是这个时阵，就是咱这个时阵。佛灭好，佛灭好，佛倒转去后无百会，就我昨天讲的。5525，转2500年这个时阵，会当持戒修福者，有处有灵性信心事，就是这个人会当持戒，什么叫做持戒？因为咱一般历史内底人讲，亲口所戒，拢持戒，持什么戒？持五戒。持五戒，因为这个道了后，亲口了，安尼。杀盗淫妄酒，这五戒叫你爱持，无上教，八关斋戒，戒上开。查某人也袂使电头毛钱，查某人也袂使摸眼睛钱，也袂使摸棍钱。穿爱真足朴素，但是要困嘛袂使困大床。你想咱连佛的八关斋戒的讲起，恁真厝咧困都袂记记，就简单讲起，用商业性。用商业性，无迄个影响性。所以，迄个因缘经营之下，你真修复来内底，那依照佛伊的严苛来讲起，咱无一个意见。咱一贯为主内底，人叫做修五戒。佛灭好好无百会，有持戒，听好哦，有持戒，得到持五戒，敢若修者，迄叫做福。戒灵性定发挥，迄叫做哪？迄叫做修福。修福叫做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就是菩萨道，干讲唔是啦。但是呢，因为咱今日离过去要得福慧双修，唔是啊简单。要修福的人简单，要修福的人就困难。所以无怪苏摩地咧怀疑讲。若你讲这道理，这众生到我当生出了真实的事情，这是属于的反应，所以不但不是错的。后壁有诶那个，伊讲道理是，有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正成因，以无有用所证诸成因，这是当时佛要继续把苏摩地解释。你会知即阵人，当地是你会知即阵人，即阵人是对一阵人，即阵人是佛灭好好无百会即阵人，敢讲就是咱现在别人去做一阵人，咁样当地是人，但是伊安怎讲？即阵人有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正成因，即阵人毋是凭空而来，你今日。因为即阵人已经有供养过五世佛啦，一佛、二佛、三世五，一定要听好，毋是你做了五世佛啦，你已经有供养过五世佛。你上太讲，你供养佛啦，有供养五世佛的福，甚至于千万无有所供养过，即阵人，所以咱今日看到朱杰，即目前中安那，那么即阵啊朱杰。大乌丝哦，朱姐咧创啥个？朱姐咧做这个代志，咱会甲赞叹，这是好代志，这唔歹代志。但是这个工课，你会知影，
这过去咱拢有做过啊，咱拢有做过。这种做伙，你过去若毋是用讲过无少个，以为千万无一失，你有造成这个大福报人，你一世人要来世界修福者，你一世人要来得到，要来受到甚至要参考，这无可能的代志。毋是天天活来离婚，恁今日会当参考修改，这毋是简单，这是不二两千几年就已经来到家里公庙里面。中国人讲公民问题，我足清楚啦，公民问题。但是，咱毋通夹要贪看天顶迄个威力，咱爱家己感受我手中即个民主，就继续讲咧，我即个民主是比天顶迄个威力较好，天顶迄个威力甲你连甲一点关系都无。但是你家己手中即个民主甲你有关系，我讲安尼敢听有意思？你讲。你今日的生死甲你有关系，别人的生死甲你连甲一点关系都无。你过去若毋是有修过来，你无当代替别人，你无当代，别人嘛无当代替你，所以今日咱会知影，咱会当来遮，即世别人袂输，咱伫遮听法，咱伫遮闻法，咱伫遮闻法，毋是遐尔简单，行要来遮济，要来遮济。动起来就简单，要来遮一顿尔就简单。咱爱上开到差不多260层，今日这个总量嘛按这几个无甲100个，按安尼咱这有多少？咱是差不多，讲较歹听，有点通100千口，2万千口，伊个电脑，听咱家己，做个信息，根基足够。根基足，讲起讲出讲，但是听出来伊无形象，所以咱一定要家己试试，家己欢喜。咱今日无简单，咱我都坐即个所在来听闻来讲，这是迄个简单。所以这个启发，互咱智慧，互咱的知识，会当去充实一寡咱心灵的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今日。咱非常难得邀请到咱这个校长，咱的新教师应该大家对伊陌生，然后当然也着较，我想来咱今天有辛苦，但是因今日伫这2点钟内底当中，咱好来，咱来了解着伊这个新教师甲伊使用法，所以这当中最要求我们讲伊来。好，谢谢各位。大众请起。感谢你的慈悲，前道之功，坤道之功。请讲师慈悲，前道之功，坤道之功。讲师早，讲师早。好，各位先请坐下。然后，给咱点数助理还有各位领引注意前面台点，咱大家早安。早安。哦，互会使讲食感恩啦吼，感恩天主做点，佫有遮尔做了安尼机会，尤其是互会知影来的时阵，看到大家精神足好诶，困足饱，应该是讲足欢喜来到遮举办啦大家拢紧来笑容安尼，非常欢喜。当然啦学校嘛是感受到咱遮个菩萨会一点喜气洋洋的气啦，我嘛欢喜起来。
无实际讲互我来紧张呢，我来紧张，看着大家人欢喜，互我就欢喜，看着大家轻松互我就轻松。其实互我今仔来遮毋是要讲啥物道理互咱听啦其实互我来遮其实是咧学习啦学习借着讲故事来讲道理，借着讲故事来讲道理，安尼有可能较轻松，安尼咱第一篇咱看即个，咱就知影讲互我要讲啥啦，这篇看迄个画图画了真水安尼，互我这是电脑网络了啦，叫做《西游记》，今日互我讲，题目当然是无离开这，就是来讲《西游记》啊，我是要，其实《西游记》我无看过，一本册无看过互我无看过就大概影过安尼尔，咱主要要讲的，毋是要讲规科无影到，我也无看到偌底有可能咱在座已经足侪人对《西游记》做了解的，我是讲内底重点尔，和修行有关系，引出来讲安尼尔，只是安尼啦。无《西游记》内底讲起来，若要讲精彩，那足精彩呢。孙悟空大闹天宫，咱知影啦这部《西游记》我第一届看的时阵是，咱从细汉，也无记毋对啦伫咧细做囡仔的时阵，捌看过卡通，较早电视足少，要看电视拢爱去人兜看。咱知影，咱这老菩萨无咧讲，咱就知影，这少年人可能毋知影。较早咱这个时代咧看电视，因为迄阵毋是家家户户电视，生活无好，逐个拢足困苦的。阮咧装甲一两台尔，阮西装，我西装人。阮咧装甲一两台电视尔。对，若要开始电视，要迄落黄俊雄布袋戏要出来时阵，还是可爱要出来时阵，逐个拢冲去因兜，规个因兜客厅拢人。较早的人做有认真味的，人去因兜看电视，伊拢袂人看。安尼哩，全部咧人拢坐甲安尼囡仔人拢坐涂骹，看甲足欢喜的，咱像咧看电影共款的，咧看电影。《西游记》是搁较互我印象应该是10几岁，若无记毋对，迄阵是做卡通，感觉讲这部足好看，我迄阵咧看，感觉足新鲜的啦感觉讲这部是足好看。迄个孙悟空足厉害，千变万化，金光棒我哪足厉害，会感觉讲看足精彩。但是囡仔人咧看电视，就毋知内底意思哩。慢慢较大汉了较知影讲啥物叫做孙悟空，啥物叫做猪八戒，啥物叫做啥物东三藏慢慢较会清楚。尤其是咱经过学道了，佫较清楚。今仔日咱求着道，有学道，你佫来甲看《西游记》，你的感受会佫愈无共，毋是看心情的毋是讲迄个蜘蛛精偌厉害，啥物人偌厉害，牛魔王偌厉害，这毋是咧看伊就知影看了较知影讲啥物是蜘蛛精，啥物牛魔王，安尼哩，伊就是安怎讲，孙悟空是石头变出来，这拢有意思的，这拢毋是凊彩讲的呢。为虾米在讲孙悟空是石头蹦出来安尼？咱慢慢来研究啦所以互我今仔日的题目叫做西天取经。人等于是毋是拢要等于西方？敢有人咧讲我要做地府的？无啦咱若讲等于来写接引地府，我讲就叫厝边叫人没事。恁这咧办啥物丧事？大家嘛要接引西方，对就要接引地府的啦。我都捌看过讲要接引地府啦，毋知咱捌看无？无人咧办即个丧事的啦，办了就骂甲臭头鸡仔的。大家嘛要接引西方，是讲接引西方就安尼办，是毋是真会等于？这着爱研究道理呢。毋是讲我要等于就等于呢。我兜足有钱的，我叫阮的囝孙仔等于绝对安尼办较办较澎湃的，法师请较济，法师、道士啥物拢甲请来，几万人个拢甲请来念经。你想安尼就会等于吗？若安尼有钱人拢等于西方无钱的，无人请法师、道士。凊彩代代拢袂等于，应该毋是安尼啦。办丧事是一个形式即互我的感觉。当然，迄是主女的一个敬心，一个孝心，主女的一个孝心，借着即个场面来表达着主女的一种的忧伤的心安尼啦。其实讲起来，迄种盖棺论定哭的，拢注定好好啦。你有收无收，拢注定好好啦。你办了大病、细病。
办了足澎湃，办了足简单，无啥差别。哦，你即场办的是1000万的一场，你即场办的是5万的，拢差不多啊。上特别甲你讲，你即场办1000万，你去你说你较无钱办5万的尔，我来讲，你对地府，敢有可能啊？当然毋是，上天都无咧看这天都无咧看讲迄个你有钱无钱，是看讲你有收无收。所以讲西天取经，变怎去西天取经？这是即部册内底要甲咱讲的。但无人要钱赚大片的啦。你伫在生的时阵嘛无希望，我过了无平安，互家来乱糟糟，钱赚大片。我以后转去了对着三国倒落去轮回，无人咧安尼啦。大家讲希望讲我在生的时阵会当我平安顺遂，安尼家庭圆满，转去了转去西方享受清福，在生享受福福，迄个转去享受清福，是毋是？大家愿望嘛，大家愿望，这愿望爱做，这是咱今仔要研究的，叫做西天取经。这目前咱先来介绍一下伊的来源，《西游记》的来源，伊是一部故事册，但是伊有根据，伊根据对来，伊安怎写出来？这是较早明朝一个叫做吴承恩，吴承恩伊写小说啦，所以这本册是一个小说啦。伊咧写有根据，伊是明朝的人，但是伊写的故事是唐朝的故事。唐太宗咱就知啦，唐太宗咱历史面咧咱就知影，伊写的就是写迄个朝代的故事。是明朝，所以迄经过偌济时间，唐朝落来，宋朝落来，唐宋元明清安尼，迄经过有哪几落代？即个明朝吴承恩的，伊写的即个《西游记》。是咧写唐朝发生的代志，唐朝发生的代志是啥？因为唐朝有一个叫做玄奘法师，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咱即拢叫做唐三藏，其实是叫玄奘法师，叫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因为伊下一个愿，因为伊当时伫中国伊咧看佛经无介有系统，无介有系统的意思。佛经几若本，但是伊讲一款，到底即部佛经是咧讲啥？无人知。安尼就对啦，因为翻译落来有可能无介完整。所以伊就想讲这看佛经看袂清楚嘛无效，伊就亲身要去西印度，因为佛经是从印度来。咱今日看的佛经金刚经心经法华经楞严经做侪经典，其实迄拢对西印度来。拢对遐赶过来就对啦，因为伊上介早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嘛，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伊的弟子来记录落来，叫做佛经。上介原始要放入印度，是到尾印度的人有可能不来中国旅行，还是讲传道，甲将遐个册来摕来到中国，中国人甲看会着，无以前拢毋知影。当迄个玄奘法师就是咧看这佛经袂清楚，伊讲一款，到底即本的意思是啥？翻译了有可能见仁见智，伊就希望我要去西印度取经，要去问遐个修行人，看即句的意思是啥？所以伊去遐取经佫有问人，去遐研究下面印度人讨论讲到底即部经典到底伊真正意思是啥？安尼你无翻译翻的。会无共款的，你嘛看翻译的，翻译是一门足悬的工夫呢。比如讲我过华人咧办道，华人当然过了语言袂通，爱叫华人人翻。华人人翻，即个华人咧翻呢，伊爱有专业，伊对道学爱了解，伊无了解伊翻就翻，伊翻袂来。伊较简单的翻，简单的伊翻有你好吗？伊就会当翻，这简单的嘛。你食饱未？这简单的。你伫对来？这简单的。你等下要去对，日常生活会话好法，是迄种道理歹法。真正有影，所以咱后期遐伫华人遐就训练迄个专门咧翻译咱这道场的。你迄客册好，先通解说，爱道学好用。你要请迄个翻译的越南人
你首先爱把迄个活动，迄个顶讲甲教，哦，譬如讲三支木屐，什么叫三支木屐？你无解释伊袂晓翻。你听讲三起木者，什么叫三起木者？你就会解释互听。哦，安尼啊，第一支是啥？第二是啥？第三是啥？什么叫做木屐？解释互听了，互伊知影讲什么叫做三起木者。安尼落来了，伊咧翻无教翻的清楚。哦，我的比如是安尼。哦，所以伊天宗法师去到印度了，嘛是爱下面讨论啊，讨论内底佛经的迄个意思是啥。然后转来了，才开始发展经典。所以伊迄个过程，天宗法师对东条离迄个长安城，中国长安城，去到印度，较早无像真侪飞机呢，真若坐飞机飘一个几点钟就到啊，来回一工就会使啊。真正啊，你去到印度，有可能来回一工你就会使啊。较早无法度，较早拢用行的，安尼你，伊伫咧山路，无像咱即个路要开到遮尔大条。较早爱爬山，一山过一山咧，还佫经过沙漠，所以讲天宗法师去到印度，路途遥远咧，安尼来回佫去几年，17年，无济17年。你若讲一个囡仔讲大出世17年拄啊高中毕业啦差不多高中毕业。就哪像讲我囝要出世啊，我去印度，等下我等来了，我囝17岁高中毕业嘛，已经袂认真看，毋知我爸叫啥物名，叫啥物人。来回17年，这路途足遥远啊，足辛苦。伊为着要互天下家庭兄弟姊妹会当了解佛经的意思，所以讲伊牺牲伊家己，牺牲足济。所以后来啊，足钦佩伊，足尊敬伊。所以明朝的古新闻敢若写一本小说啦，专门咧当纪念，讲内底道理，安尼啦，或者吴成武伊写的一个天宗法师的去西印度取经啦为什么在讲西方取经？因为印度拄啊伫中国的西边，咱来看地图啦印度拄啊伫中国的西边，所以迄边叫做西方。当然咱真来。当一个角度，就是讲我要去天堂，叫做西方，天堂嘛，咱叫西方。不过真正的西方是西印度，印度离中国的西边，叫做西方取经的意思是安尼。因为小说咧写较趣味，就讲西方就是咱人讲等于迄西方遐，咱感觉想过一个问题，讲西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才不爱讲东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意思的咧，无讲东方咧，东方叫做东土，东土就咱这世界，西方就是天堂遐叫做西方，遐边遐咱回来叫做南方北方，你讲我要等伊了我要等伊南方，等伊南方是要说南方语，无啦，又叫做西方，因为过去啦，我是家己安尼想啦。咱日头对对出来，东边对对落西边所以西边代表啥？代表归属。西边代表归属。人要转去西边，就日头已经落山。日头打出来叫做东方，像咱人打出世，人打出世倒来入这世间，所以东方代表这个世间。西方西边日头落山，人日落西山，要转去就属于西方。安尼。西方即讲咧回头长诶，讲咧回头长。咱今仔日即期叫做啥？白羊期叫做西，属于西。东边属于啥？东边是属于青做青阳期。所以较早咱学到咱咧传道诶时阵，上介早。上界开始叫做青，因为日头伫东边出来，东属青。咱咧五行就是安尼嘛东西南北中，东属青，南属红，西属白，北属乌，中属黄。即个五行，有可能足济兄弟姊妹拢知影啦。东属青，所以日头打起来的时阵，叫做东边出来，叫做青阳期，开始传道，互伊信任。257
5、6千年前的时阵开始传到，大家日头开始行到南边，甚至日头比东边早到南边，咱若注意看，所以人即个买厝吼，爱买迄个远南的，而且远南要有远山，啊你远北的就无啊，远北的拄啊远北日头无走伫北来，日头是伫南啊，所以买厝的人远南的厝会较贵。咱偏偏咧买大楼吼，无你若去台南市吼，买大楼，是远南的你咧买较贵，远北的较俗，因为远北日头照袂着，啊人看人是看甲死去阵，看人透北风嘛，啊热人是透南风嘛，啊所以热人透南风伊透无着啊，啊看人透北风迄个足着啊，看甲死去阵啊，热人咧透南风的时伊凉找无着啊。所以日头伫东边出来，经过南边，南边叫做红属红，南方饼顶过属红，红叫做红熨旗。所以日头伫青旗走来到红熨旗，红熨旗走要日头要落山，对西边去啊，叫做白红旗。所以青旗、红熨旗、白红旗，这三旗。所以咱今仔三旗啦，三旗木屐啊，甲白红旗落，佫有无人叫做木屐。因为日头落山了就无啦，伊个等候一摆门仔才开始，伊才叫对东边出来。所以讲叫做十二弯花。咱咧学到咱道中讲的道理啦，十二弯花就是安尼十二弯说一年，后盖内面佫开始佫十二弯花，129600年。所以咱今仔足幸运的，拄仔日头要开始落山，拄仔互咱得着道。你真无得着道，咱若甲日头落山无啊，来就是乌暗啊。日头落山了就乌暗，你看无着光明啊！正日头要落山的时阵，你佫看无着光明，有道人有得救，人有得救。正就是要你超生了死的时阵，毋通吼怎啊当做放啊，放啊！你还叫失去了日头落山落后，你无希望啊！就这样咧，落来就乌暗啊咧。6点7点若正去时佫较长，有当时啊6点佫光光诶。你7点过暗啊咧，8点、9点、10点出暗啊咧，找无路啊咧，是毋是？真找有路紧死。这就是这个《西游记》内底主要的重点那东山庄就讲天庄法师嘛，咱先讲故事，当然较讲道理。天庄法师，伊离开长安城，然后要去西印度，伊头仔又经过一个山洞。经过是个山洞，这个山洞看的已经是足久的，生甲拢草，着涂骹拢是摇无使，咱知啦，迄山洞内底足侪拢带摇无，伊看者摇无使拢无骹叶，无骹叶就讲迄拢无人咧行，讲这个山洞可能讲无人，无规个涂骹足摇无使安尼对不对？但是来行入去看卖，倒尾有哪是搁休困一下安尼，入去了才看着。一个物件，那人毋是人，就对啦。那像一个物件，那人佫一个点点坐伫遐，但是你来看规身拢乌拢土，头无啥物呀，拢种土甲，等于你看袂着伊是人啊，因为规身躯拢用甲拢土就对啦，你认袂着，认袂伊讲敢是人啊？但是看嘛，哪像是人，行较近的人看，摇的，真啊一个人爬爬啊，咱领一个人就来叫醒，伯啊，你伫遮创啊？伊怎啊醒开？伊讲我要等迄个红颜粉释迦牟尼佛来转世，我要帮助伊传佛法，救度众生。你免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要还千万年呢？伊讲我一个坐千外年，我毋知影咧。伊讲伊坐伫洞内要等释迦牟尼佛出世啊。伊讲要等红颜佛啦，红颜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啦。要等红颜佛出世了，我要搭帮助的啦，要含释迦牟尼佛倒要传道啦，传佛法啦。伊讲咱早就了断啊，对来较紧，因为迄个修行人坐甲认定啦，认定咱嘛捌听伊，听讲较早咧修行的人你修了功夫若好诶，你一日坐拢免食，免食好啊！咱今仔日坐咧一礼拜，你爱送金子，送你鸡米白米，你无食你就死拖，
我看免一免白衣衫甲你就走袂掉。较早修行人，你毋知影修过我毋知影。伊有伊的功夫就对啦，咱即无迄个功夫啦，咱即个人无迄个功夫。较有可能，迄若医生咧讲的讲放假，迄无可能啦。对，人有可能坐千外年袂死的，对。啊，这就安尼写，就听讲较早释迦牟尼佛嘛是安尼呢。伊释迦牟尼佛伫咧500，嘛是几百岁以前吼，伊一世有那做罗家仙人呢。听讲伊嘛是坐伫树骹，啊入定就看规个人拢毋知影人入定。哦，头前咧创啊拢毋知影，换路拢毋知影，安尼枵啥拢毋知影。定到啥物程度咱毋知，定到伊个头毛生甲足长个，啊然后佫去互鸟仔做鸟仔收个，你看有效无？好，佫鸟仔做鸟仔收，啊这鸟仔收了吼，伊有一工出面醒起来，感觉讲吼头顶有物件，啊有鸟仔伫遐飞来飞去，啊原来我头壳顶有一个鸟仔收，吼啊迄鸟仔收内底吼佫有鸟仔人，结果伊讲安尼我袂使爬起来。我若爬起来吼，啊，鸟仔两叫抱的吼，拢翘伊，我煞身袂使，伊佫继续坐，佫入定。等下甲迄鸟仔孵出来，拢飞走吼，伊才佫出来，才佫出定。较早释迦牟尼佛伫咧过去做有一世叫做罗家仙人，做仙人的时候有这个境界，若修到这个境界，啊，这个修行人共款啊，伊若修到这个境界，坐千外年，啊，坐千外年了，伊醒来了，伊要佫入定。伊甲玄奘法师讲，我要搁入定，我要等以后白羊期吼，弥勒佛来出世的时候，我甲搁打帮助的。玄奘法师讲，你莫搁坐啊，你搁坐咧吼，搁毋知影人起来吼，伊搁错过这个假期，搁无效，对，你归去吼来帮助我。我要去印度取经，啊，转来发着经典，你帮我发着经典。伊讲安尼就好啊，安尼好啊，无我搁坐咧，我嘛毋知，也无叫人真啊你吼。毋知啥物事要起来，这袂使，好啊，我归去吼，我真醒的时阵，我知影要做啥，好安尼我听你的话，所以讲这个修行人吼，伊着听玄奘法师的话，归去帮助伊，打帮助的。啊，伊讲我来东土，我来西，玄奘法师，我来西印度取经，啊，你先转去东土，去遐等我，等我取经转来吼，啊，你同我斗翻着经典，伊讲好。但是看玄奘法师看嘛，讲你即区吼足歹用，一区老酷酷，真清灵啊，是毋是老酷酷？你即个身躯你歹用啊，即个身躯你歹用，我帮你换一个新的啦。讲身躯要换张新的吼，咱车会当换新的，身躯才会当换新的。我若身躯当换新的就好啊。对，我真仔老酷酷爬到臭呀，看无啊，惊袂惊？我来当换一具新的偌好咧，但是人有迄个境界。对，玄奘法师也讲吼，因为凡玄奘法师看安尼，有哪有一寡情况？伊来讲，但这修行人讲，你搁换一句新的啦，你甲我大方我做工课，所以讲伊就叫伊对呢，叫伊去出世啊。伊讲你去长安城，你往东行去长安城，长安城有一间厝，有迄个琉璃华黄色的，就像咱鞋仔镜吼，琉璃华黄色的，就骹甲要钉做的啦，有诶。你去遐找。找迄个琉璃华迄个，你去遐出世就对啊。安尼，好啊，就行到长安城，要去遐出世。迄真仔厉害咧，伊要去做出世就去做出世咧，要去换一个新的人格对啦，换一个新的人格。那交代了，玄奘法师就去印度，取经，然后转来，经过10万年，然后伊就去长安城，去找唐太宗皇帝，当然迄阵大家。